主啊，2025年10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主大发热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加拉太书第1章11到17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传的福音，毋是人想出来。这个福音，我毋是对人领受，嘛毋是对人学习，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启示。恁已经有听见我以前做犹太教徒的时的所行所做。我偌尔极力迫害上帝的教会，要彻底甲伊毁灭。我比同一辈的犹太人搁较积极遵趁犹太教规，搁较热心遵守祖先的传统。毋过对上帝的恩典，我还未出世，伊就决定甲我分别出来，搁选召我，对我启示伊的囝，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。我拢无甲人请教，嘛无上耶路撒冷去见遐个比我较大声做使徒的人。我随时去阿拉伯，然后搁倒去大马士革，为主大发热心。保罗讲述家己伫大马士革路上蒙召的经验，伊强调，这个福音我毋是对人领受，嘛毋是对人学习，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启示。加拉太的信徒拄到的问题是，有人想要伫福音的中间加添犹太传统。保罗为着安尼提醒，基督徒爱互耶稣基督的光照入心中。伫规约中，非尼哈为上主发怒，击杀行淫作恶的同胞，后来被看做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典范。对这通理解，保罗为虾米世界迫害基督徒？因为当时伊认为这是伫为上帝大发热心。保罗讲，伊以前比别人搁较积极遵行教规和祖先的传统。毋过对上帝恩典，我还未出世，伊就决定甲我分别出来，搁选召我，就是对我母亲的腹肚中分别我。这是旧约中上主竞选人的一贯表达模式。保罗要证明上帝的竞选，上好的证据就是家己的见证。若毋是上帝亲自介入，伊无可能改变。伫咱的眼中，保罗未是完全转向，对迫害传福音的，变做传福音受迫害。但是就伊的认知，自头到尾，伊只为上帝得荣耀，大发热心，直到主光照咱，伊才醒悟过来。原来上帝照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，成就伊的信息。信主以前，保罗对上帝子民的认知界线分明。信主了后，保罗深知过去的界线依然粉碎，独独只有耶稣基督是主。1517年10月31日，马丁路德伫德国威灵堡教堂的大门搭上95条论纲的时，当下必定甲保罗同款，为主大发热心。当当时，神职人员卖赎罪券，目的虽然是为着要建造教堂，但是马丁路德有话要讲，获得上帝赦免的唯一途径，是真心悔改，归信耶稣。伊反对赎罪券，因为简单会当买赎对人来的惩罚，
却真侪人进入天国的虚假保证，助长教会贪婪迷乱关系。伊认为信徒的得救完全在伫上主的怜悯甲耶稣的救赎，人简单会当用单纯信心甲信靠回应。信徒的信仰必须根据圣经，违背圣经也是无根据的教导，拢不该轻信。最后，信徒爱用整全的信仰来回应世界甲灵界的挑战，互上主得到荣耀。马丁路德为主大发热心的行动影响深远，伊基于圣经甲信仰提醒信徒，爱对人为捆绑得到自由，对邪说白贼看见真理。影响所及毋单单是基督教会，阁扩及现代社会。现代国家的宪法保障信仰、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等自由，确立人权原则，拢甲即个精神有关。民族自主、自立甲自决的法理，安尼的信仰精神。默想，我捌为主大发热心无？我捌为主大发热心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伫我为你大发热心的时，求你使用这热心，互万民因着我的热心得到祝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